道，请咱备办先来做金彩器的敬拜，请司琴奏乐。野花是我的牧者，我无欠亏。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带我伫安静的水边。即是咱要来吟诗学乐咱上帝，圣诗201首，上主做我至好牧者。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日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三甲来祈祷。愿伫天你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市，就叫阮脱离你的歹。因为国、权柄、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咱有缘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温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徒的相通，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要来交读启应文，启应文第8篇，也就是诗篇23篇。启应文第8篇。上主是我的牧者，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伊予我心的快乐。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同在。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你的恩典慈爱一定甲我一世人做伴。咱三甲额头来祈祷。至圣天父，阮感谢你，你是阮的牧者，上大的牧者，互咱搁一遍来到主你的圣殿来敬拜你，求主你的圣神甲阮三甲伫地，互阮会当伫安静的水边，会当来静静听主你的声，互阮搁一遍来到主你的圣殿来朝见你，也保守阮教会做做事工，求主你亲自来看顾，特别阮也要为着主你。聘望的特会来献上祈祷，求主你的圣神亲自来固守台北南门教会，互阮会当选出下伫主你旨意的牧者，会当来带领阮即群羊，会当来跑走主你互阮伫头前的路站。求主你的圣神保守阮，也看顾阮，特别世界局势的变动。特别请你固守伫美国新上任的川普的政府，保守因，也看顾因，会当用因宣传正直的心来带领整个美国，会当成做伫即世界当中好的领导者，也保守阮所选出来的立委，特别伫立法院为着明年度的总预算来献上祈祷，互阮会当合伫主你的旨意来通过遮所有的预算，伫明年度会当无论伫逐项的事工、社会福利、国防顶面，会当成做台湾真好的路用。求主你圣神来保守阮，阮也将今仔日无法度来到阮当中，兄弟姊妹献上感谢。求主你圣神有缘甲因三甲伫地，也保守看顾因，有主你满满的恩典甲因同在。愿安尼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圣名求，阿门。
所在，咱们邀请圣乐队来赞美，因所要献的诗歌，将你的惊吓交托互信心。感谢圣歌队用水的歌声，带咱来敬拜上帝。望咱将惊吓的心交托互主，交托互信心。
这是咱要来看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10章第1节到第11节。约翰福音第10章第1节到11节。我实实甲恁讲，入羊巢无对迄个门来对别个所在搬过的是贼是强盗，对门入的是羊的牧者。过门的甲伊开，羊听伊的声，就随名叫家己的羊带因出。已经将家己的羊拢放伊出去，就做头行。羊也对伊，因为认得伊的声。我但无对生份人，就是闪避伊，因为袂认得生份人的声。耶稣用这个譬喻甲因讲，因毋知伊所讲的是甚物，所以耶稣阁甲因讲：我实实甲恁讲，我就是羊巢的门。既若大声我来的是贼是强盗，若是羊无听因。我就是门，若有对我入的，要得到救，搁要出入，也要得到草料。贼来无是爱偷、爱杀、爱夺无。我来是要互因有活，搁有丰盛。我就是好的牧者，好的牧者为着羊来放杀性命。这是请张牧师来分享。伊的信息是牧者。咱搁一摆同心做伙来感谢，小事阮活命，也一世人牧养阮的上帝。感谢你伫今仔日，你用你的听来吸引阮，互阮众人对四面八方来聚集伫遮，我们来尊重你，来敬拜你。也三甲通过这个敬拜来了解上帝你的角色，了解阮需要扮演的角色。确实，亲像圣歌对所吟的，阮的生命充满了惊吓，对伫未知的世界，阮毋知会拄着什么款的代志。离阮远的美国选出一个总统，有人欢喜，有人惊吓。伫伊将来的施政，到底对全世界、对台湾会造成什么款的影响？阮惊吓中共的军机、军舰，时常伫阮周围的威胁。阮惊拄着战争，阮惊物价会碰撞，阮的经济生活，阮的经济会无够也通支付。阮惊拄着破病，阮惊拄着死亡，阮惊阮甲囝儿朋友的关系破裂。伫这个世间，阮充满了惊吓。若是今仔日，你不但是对玛利亚、对约瑟，嘛对阮众人讲。将惊吓交互信心，求你帮助阮，因为迄个要来的以马内利，就是上帝甲阮三合一个。有上帝你做阮的牧者，就是伫死的山谷，阮犹原无惊，就是拄着阮无爱拄着忧伤的代志，阮犹原用信心交托迄个掌管明仔载的上帝。求你帮助阮学习信心，伫一日的艰苦，阮一日来担当，负责任来好好过每一天的生活，就将迄个还未到的明仔载，以及阮无形为着未来的惊吓，完全交托对上帝的听，迄种完全的信心。因为你是阮的牧者，阮无欠缺。毋若物质上的无欠缺，伫阮的心灵，伫阮的灵魂也无欠缺。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通过人有限对你的了解，伫今仔圣经的内底，互阮知影牧者捌伊的羊，羊也应该搁较认得牧者的声。
阮当时伫你面前献上感谢，求你的圣神掌管这个会场，互阮所领受的，成做阮的信心，成做阮的帮助。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牧者，我想，咱中间可能无人捌做过牧者吧？我讲的是牧羊人啊，吼，牧羊人。当然，你讲牧师是牧者，牧者是会通讲上古老的一个工作，一个行业。咱知影旧约的圣经，特别是这个族长的时代，吼，还未进入到王国的时代，拢是用游牧民族做伊的时空背景。所以，伫创世纪，伊到第4章有一个叫做亚伯哟，毋知影哪读吼？亚伯的人，伊讲伊是住伫埔边。然后是饲精生的人会做，这个人就伫创世纪咧，伊的工作就是咧雇羊的。咱知影，甲今仔日人咧饲猪也好，饲羊也好，拢是圈养吼，甲顾伫遮。伫迄个时代，毋是安尼，特别伫巴勒斯坦地区，遮的牧者是爱赶羊、替羊去找草料，去找倒位有水，通好来啉食。伫遐雇羊伫迄个旷野的所在，有野兽、有豺狼，伊爱保护因。所以即个雇羊的工作，伫咱咧读旧约圣经看见真多。圣经主要遐族长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拢是咧雇羊的。因敢若会通做雇羊的，伊毋是做农夫咧种作饲羊的。甚至后来，咱个读约瑟，吼，伊后来做个埃及的首相，摩西、所罗，甚至大卫，伫因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因拢捌饲过羊，拢有迄种牧养的经验。所以咱会通知影，当时遮个族长因要饲因的羊，因是需要一直搬徙伫旷野内底去找水草，餐风露宿。居无定所，为着要保护羊，伫遐找草料，也是抵抗豺狼的攻击，是危险佮艰苦的工作。所以事实上，这个工作毋是互尊重的工作。后来到伫因定居伫迦南地了后，雇羊的咱讲主要所出世的时阵，遐伫旷野咧雇羊的遐个牧者。当时伫耶稣的时代，这雇羊的嘛无互人尊重，因为因为着头路，为着生存，因无法度去圣殿敬拜，因是无清气的人。这是上帝将好消息讲互第一批这雇羊的人，是一个无互社会尊重的工作。有一摆我咧读这个出埃及记，感觉一个真趣味的代志吼。咱知影，即马川普起来伊开始要强制来管制移民这个移民多种族的国家是真侪问题川普后来伊一直来表明讲，阮欢迎合法入来，总是无欢迎用各种非法偷渡的方式入来的这移民。其实移民到伫一个主流的社会，拄着真侪问题。这个约瑟真巧，伊知影我的老爸甲我的兄弟，规个为着要逃避饥荒，要搬来到埃及。虽然我即马我的位置很重要，我是宰相，我有迄个权，总是为着避免埃及人对这个外来移民，因佫是合法的哦。法老答应讲，你甲你的家族拢带来，因为恁遐咧发生饥荒，所以伊是合法的移民去到埃及的，总是。约瑟知影，这移民来到这埃及人袂欢迎，所以伊安尼来交代，真趣味。创世纪46章，约瑟先甲伊的兄弟、甲伊的老爸甲因交代讲，我会去找法老，我会甲讲，我的兄弟、我的老爸家吼，以前是住伫较北边迄个迦南地，拄着饥荒，但今仔因为着要投靠我，拢来到我遮，因的工作是牧者，因是咧饲精生的人。所以，因毋是干那来为着因的工作、因的生活，因甲一切牛羊、一切所有拢会带来。
所以伊甲伊的老爸、甲伊的兄弟讲，法老有一天来调恁，问恁讲恁做啥物头路，恁都要甲伊回答讲，你的奴仆对少年到大，包括阮的祖先，拢是饲精生的。那安尼，我相信法老为着知影讲的，会甲你去安排住伫高山地，毋是住伫即个首都的地区，人口众多的地区。会甲恁隔离去较大汉，最后一句，因为既若饲精生的，拢是埃及人所厌见。埃及人已经进入到一个成熟的社会，啊，才会咧饲牛饲羊的，才游牧民族因看袂起，所以伊就生一个小聪明。后来因真正就搬去伫高山地，然后伫遐生摊，伫遐住430年，这是咱伫。创世纪出来记所读到的，所以虽然是一个无看重的职业，总是确实你有注意到圣经中上互人提起引用的一个职业。对咱来讲，咱真陌生，咱毋捌饲过羊，嘛无迄个经验。总是伫圣经内底，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诗人讲上帝敢若是我，敢若是伊草场的羊啊。伊亲像牧者安尼咧照顾我。今日咱圣经耶稣就直接讲我是好牧者。耶稣若照圣经讲，伊应该是牧场呢。伊的老爸已经定居伫迄个加利利，伫那撒勒是咧做牧场。总是伊有缘用牧者来形容伊的身份、伊的工作、伊的使命。后来咱看这牧者，毋是干那咧讲饲羊。后来伫以色列历史内底，因感觉领袖，上帝所呼召出来的领袖，伊应该亲像牧者去照顾伊的百姓。所以当出来及了后，民数记27章，摩西就甲耶和华甲伊建议讲：毋望你设立一个人来治理会众，人的组织需要有一个领袖，通伫因的面前出去。也伫因的面前入来，就是带领他们。这个领袖要带这群的羊往哪一个方向？当然，咱即个看美国的选举就知影，这个民主党、共和党左派、右派，到底将来这个领袖有真大的关变，通来决定我要传去到倒位？我要解决经济问题，我要解决国际战争的问题，我要解决移民的问题。伊讲通带因出去嘛，带因入来，带领你的政策很重要。咱咧选总统嘛是安尼，你的政策你到底要带因去倒？免得耶和华的会众亲像无牧者的样棍。这是摩西甲上帝安尼来甲伊建议的。后来确实是安尼，诗篇就描写大笔是一个伊捌做过牧者，后来上帝用。甲伊提升做领袖，所以诗篇78篇70讲，上帝敬伊的奴仆叫做大卫，互伊无搁顾伊家己遐实际上的羊，互伊对羊来，互伊无搁对伊遐羊母伫遐照顾因，要互伊养饲伊的百姓，养饲上帝百姓雅各，甲伊的上帝家业就以色列，然后伊讲。伊就照伊心内的正直养饲因。大卫伫以色列史有很高的评价，所以大卫伊照伊心内是一个真正直，毋是为着家己的利益来养饲上帝交代伊的这百姓，佮用伊巧妙的手来引带伊。我想，这个是一个真好的描写。今仔日美国已经决定因的总统，当然。这个是另外一个国家的代志，咱拢知影，全世界拢咧行川普的政策。咱毋望伊真正会通照伊心内的正直来解决因国内的问题，也用伊巧妙的手来引带国际社会。毋望会通照伊伫竞选的中间，迄种的吹牛也好，也是安那讲伊要马上。停止乌俄战争，面向中东的和平，伊甲北韩的问题，伊拢要来解决。咱就来看伊安那用伊巧妙的手来引带这个国际社会。所以后来牧者这个观念是扩大解释，毋是干那个样的。
嘛包括上帝任命的君王、先知、祭司，才会受抹油的人。所以领袖嘛是牧养百姓的一个牧者。总是对以色列历史来看，互上帝任命的牧者真侪拢失败去。我想咱做一个公民，咱拢真期待4年即个选的总统，伊真正是真会通体贴民情，会通真体贴伊的百姓的需要。毋那是干那民主社会，我想伫中国、伫伊朗、伫俄罗斯这较独裁国家，因嘛真毋茫讲，阮即个领袖会通真正去关心到这样群的需要。总是咱若看对因王国设立了后，大必所罗大必所罗门以后，南国北国，上帝设立的牧者，包括国王、先知、祭司，定定互上帝失望。所以以西结书，咱若有机会去好啊读，看来我会读真侪以西结书。以西结书34章，描写上帝对伊的牧者迄种的受气甲失望。然后伊家己讲：安尼，我要家己做我百姓的牧者，来引出因，来救赎因。以西结咱小可知影，伊服侍的年代。事实上是早伫主耶稣诞生前597年，到迄个时阵，南国犹大已经非常的衰落，巴比伦的攻击来。由于597年到571年的中间来做先知，20年几年久，伊经验国家的衰败，甚至以西结嘛，互人掠去到巴比伦做奴隶。所以，伊伫迄个所在，对这受掠的百姓伫遐来讲上帝信息的时阵，以西结34章，大概咱会通看见上帝通过伊安尼讲：人主，你著宣传，你替我来攻击以色列遮的牧者。有在的，因为遮的牧者，因敢若会晓谋求家己的利益，为着家己本身的利益，为着家己的权力。养饲家己，我交代恁，我互恁做牧者，应该养饲羊群。总是恁敢若要利用羊群，用该榨油，穿伊的毛，太肥的来互家己得到来智慧，佮用强迫严来管辖。所以这百姓就四散。因为无一个好的牧者，无一个好的领袖，羊四散就成做一切野兽的食物。咱看即摆咧战争的这个国家，遐百姓真正是流离失所，无牧者的羊群。叙利亚遐难民去到倒位都互赶，因的领袖，因的这独裁，真正就是咧谋求家己的利益。上帝真不忍心伊羊群的造物，所以继续讲，这牧者养饲家己，无养饲我的羊。其实伫咱台湾的社会，伫政治上自民主化了后，咱嘛看过足侪遮互咱真失望的代志。主要话安尼讲，我要甲牧者做对敌，我要对因的手来讨转来我家己的羊，互因无阁养饲羊群。看我要本身找我的羊，来找到伊。所以，伫主耶稣诞生以前500-600年，上帝就开始预言大必的后裔，要有一个新的牧者，基督要家己来找伊的羊，要来牧养伊家己的羊群。所以我读到这，我就想到。耶稣伊捌讲牧者有100只羊，就是一只失落，伊嘛毋甘迄只失落的羊，我要去找因倒转来照顾因，来保守因。牧者上帝本身要成做因的牧者，所以伫这以西结真长啦吼，你若读真侪重复的所在，所以主要我讲，我要本身养饲我的羊。耶稣基督道成肉体
来照顾咱的需要，来拄起咱的惊吓，互因通倒咧困，倒咧困就真安心，知影讲我无需要烦恼。主耶稣若做我的牧者，我无欠亏。受赶着的，要带因倒转来受伤的，我要报因。即个就开始来显示耶稣基督要再临的预言。所以咱会通看见历代的君王，因无法度诚做上帝所期待，负担起照顾百姓的责任，然后伊就开始有弥赛亚的预言。以西结34章23节就讲我要设立一个牧者来照顾。所以即个就开始有弥赛亚的预言的中间伊讲伊要养饲因，就是我的奴仆大卫。其实咱有时空的观念，咱知影以西结离大卫已经离500年是500年前的代。所以伊咧讲，就是我的奴仆大卫。伊咧讲，基督耶稣基督是要对大卫的后裔出来。即个伊要养饲因。主耶稣基督要做因的牧者，耶和华要做因的上帝。我的奴仆大卫要伫因中间做首领。即个就开始咧预言即个弥赛亚的降临。咱已经看见，真感谢一寡志工，甲咱开始准备心要来迎接基督的诞生。后来以赛亚先知嘛呢预言，伊讲看主耶和华要亲像大官人的临到。伊要亲像牧者看顾伊的羊群，伊要用手按握遐羊仔囝，抱伊伫胸前，慢慢带遐羊仔遐抑搁咧食奶的。所以耶稣基督伫即个旧约到新约，因为遐上帝任命的牧者互人失望，耶稣基督已经本身诚做咱的牧者，所以伊的职业本来可能是一个木匠啦，总是伊真。几啊摆用旧约应验旧约的话讲，我就是迄个100只羊放去吃，我嘛毋甘的即个牧者，我要带遮个人倒转来上帝面前来照顾伊。搁我是一个甚至为着羊会通放杀性命。我想即个有时咱用现代来甲想，敢有一个雇羊的人真正疼羊疼到迄个程度，讲即个羊，若迄个时我愿意拼命舍命来救因。耶稣基督开始咧预言伊的角色伫咱的中间。咱顶礼拜即个张雅会大神纪念主日，伊提醒咱，我才注意到，主耶稣直接直球对决问迄个彼得。你捌3摆毋认我，但我只是搁活了后，你敢真正有听我？你都捌甲我否认过啊？否认你捌我？彼得甲讲我听你，直接这样问。伫咱的文化，确实咱较毋敢安尼问，因为你嘛无把握讲你得到迄个肯定的答案啦吼。咱嘛无遐尼直接，总是耶稣直接问，伊讲得到彼得肯定的答案了后，3摆讲。你若真正疼我，你若真正跟缀我到遮尔亲，那你我互你一个使命，饲我的羊仔囝，你去牧养我的羊，养饲我的羊，你去照顾我的羊。如果咱今仔日若疼上帝，我想毋是干那耶稣咧问彼得，今仔日可能嘛问你甲我，咱领受到牧者真侪恩典了后，伊问讲恁有疼我无？如果你若有疼我，请你养饲你，我甲你安排你边仔遮遐羊仔囝，遐需要你帮助的人，你会通诚做因的引带，诚做因的安慰，诚做照顾因需要一个好的牧者。所以咱今仔日咧讲牧者，咱大家拢无啥经验，用想象来讲牧养的关系，羊。我咧想啦，我咧准备讲道的时阵，想讲咱拢到今年，即马咱嘛真侪人咧饲羊。羊伫人所饲的动物中间，看起来事实上是较温顺定定拢群体行动，
我毋知你捌去看迄个清境农场啥绵羊秀无？戆戆啊一阵啊呢，啊，就买甲赶啊，就咧游行啊，这人就一直翕相。伊无啥物自卫能力，无啥物方向感，啊，所以伊真需要一个牧者来挖靠，啊，会通互伊信赖，互伊顺服。咱看澳洲咧饲羊遐个人，食狗啊，遐羊嘛惊到要死。迄狗啊嘛是牧者呢吼，赶赶安尼来迄落。一般来讲是羊挖靠牧者迄个成分很大。牧者的责任就是供应因的需要，引带方向，要去什么所在要保护，特别是伫迄个旧约的时代。医治，然后受伤的，然后需要帮助的，遮，所以遮圣经的人物，头先讲遐族长啊，到约瑟、摩西等，因伫因看过羊的经验的中间，因真自然就将各样的人甲伊的羊中间迄种密切、互相信任的迄种关系，延伸到其他的关系。头先咱读约翰这个第10章的时嘛安尼来讲，所以雅各伫伊伫要过身以前，伊甲伊的囝约瑟甲伊祝福，甲伊讲：我毋望我阿公阿祖啦吼，我的阿公阿伯拉罕，我的老爸以撒的上帝，因今仔日也是一生牧养我到今仔日的上帝。咱伫无偌久以前咧讲摩西，伊倒转去到出埃及，去到甲摩西，上帝甲伊任命讲，你倒去带我的百姓出埃及的时，伊问2个问题嘛吼。第一个问题是：你是甚物人？你有甚物权柄来叫我去迄落？上帝讲：我自有永有啦，我袂晓甲你解释，我早就有咧，早伫咧，现在伫咧，将来永远的，我就是我。第二，总是我是足。爱甲人有约关系，我是恁的祖阿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雅各的上帝，嘛要诚做你的囝儿、你的孙的上帝。雅各甲约瑟安尼祝福，这个是一世人伫我人生的中间牧养我的上帝。我毋望这个上帝嘛，继续牧养约瑟甲你的囝儿，脱离一切的灾难。所以，这个人直接。甲咱甲上帝关系形容是羊甲牧者的关系，所以伊是咱的上帝。总是我咧读的时候，感觉咱用新的角度，旧约牧者迄种的概念，约瑟讲伊是一生牧羊，较强调伫咱肉体有限存在即个为出世你就牧养我、照顾我，到我年老，到我离开世间，即个牧者。伫各种人生的经验中间，引带、照顾、保护、供应等等较强调这方面。总是甲新约的时阵，主耶稣牧者的身份，搁进一步。这个牧者是会通救咱脱离罪恶的关节，互咱的灵魂苏醒，互咱得到永远的活命，带咱进入伫永恒的一个牧者，所以今日咱所读的圣经约翰第10章，敢若甲诗篇23篇、甲以西结34章迄个好牧者，这种的观念甲伊融合在一起。中间伊咧读讲，这个牧者甲因羊群关系到好到一个程度，讲伊甲每只羊叫名啦，甲号名啦，伊听羊每一只。羊伊拢甲号名，随伊的名叫因出来，这羊嘛听得认得牧者的声音。如果我24小时甲我的羊群做伙，我拢知影，所以伊的声音我会认得啦。这只羊咧叫的声音，甲迄只可能无共。外人毋知，总是迄种亲密的关系，互咱看见，就是讲迄种叫随名叫伊出来。然后，这羊群嘛知影讲，这个声音是羊饲我、顾我，
我袂去缀别个人，我袂去缀青云人，我敢若认定即个牧者的声音。伊讲我来是要互恁有活，有活毋是讲肉体个活，阁有丰盛，迄个丰盛是指到将来永远的活命。要带咱经过死荫的山谷，进入到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所以，即个牧者要为着咱来放杀生命的。旧约中间还佫无即种讲法。到伫约翰福音，耶稣真清楚，伊牧者的角色。即个牧者的角色极端到一个程度，就是我要为着恁放杀生命，为着羊群放杀生命。所以咱会通看见彼得前书2章24节，彼得即个互耶稣交代讲，你照顾我羊群的人，伊伫经过伊人生最后体会到，讲即个牧者伊伫茶馆顶，伊伫昔日的价馆顶，担当咱的罪伫伊的身躯。所以咱今仔日对罪迄面死的人，咱今仔日因为耶稣基督，互上帝看做义，为义来活。所以对伊的伤裂，对伊的死亡，咱得到医好。以前咱亲像羊迷路，总是咱今仔日归属咱灵魂的牧者，旧约较属伫肉体降级的牧者，总是到伫新约，伊较强调，伊是咱所有人灵魂的牧者，伊是监督咱、引带咱的一个好的牧者。所以我想，除了牧者以外，耶稣是咱的牧者以外，你毋知捌想过，为什么伫新教，咱拢叫做牧师？牧师，咱今仔日嘛，牧师即个身份甲牧者绝对有关系。主要是因为伊有说第4章11节，保罗就捌提伫即个名词啦吼。伊讲上帝赏赐伫一个教会伫世间有使徒有先知，有人真后真传福音，嘛有牧师甲教育的先生，这无共款的积分。无共款的态度，无共款温顺的人，是为着要互信徒招庇，来做采用的工。咱做伙伫即个世间来起造耶稣基督的身躯，来扩张上帝的国度。所以牧师是为以弗所遐所第一个保罗用牧者、牧师全家串做伙。所以社会对牧师无讲真清楚，我讲的真趣味一解。阮伫龙田去咧牧会的时阵吼，伊毋知影讲迄阵我也毋是牧师啦吼，伊拢甲教会牧师。西装摕去互洗，倒转来我看后壁遐搭一张，即张西装是牧师的吼，伊牧师是写木头的木啦，是茶书就对啦。牧师伊可能较装卡，毋知影讲牧师是安尼写，用牧师吼，牧师的。伊毋知影到底是咧做啥物代志。总是如果你去查维基百科，维基百科讲牧师是基督教团体内底伊管理教务、管理礼仪。其实牧师实在是一个真理的追求者，伊无比咱加捌偌济。伊照顾牧养信徒的神职人员。所以原文的意思就是甲咱头先讲牧者有共款意思。所以咱知影伫天主教、西方即个东方的希腊教吼、东方正教，嘛有共款即种的牧师这种职分。总是伫咱中文，咱大概差不多新教，就是宗教改革了后，罗德会啦、信义会啦、卫理公会，才会叫王牧师即个名词。若是天主教会，大概因拢叫做司铎哟。迄读做陀啊，司陀哟，司铎，其实是英语叫 priest， 所以我伫美国的时候，有人甲我讲 priest， 我讲我毋是 priest， 我是 pastor， 我毋是 priest 是较属于祭司啦、神父。即个意义在伫新教真强调，宗教改革了后，伊无感觉祭司敢若是你徛伫上帝甲人的中间。的一个存在，所以这词语里也好，还是迄个加利文也好，
宗教改革了后，伊感觉所有信徒你家己本身就祭司啊，你毋免来找牧师讲你替我祈祷，你毋免来甲牧师告解讲啊，我犯罪，我需要你代表上帝来赦免我啊，万民拢该祭司啊。咱今仔日长老教会叫做会众制啊，长老制啊，所以无阁有主教啊，无阁有即种用册派，牧师诚做教会上基层的神职人员。总是若主教制，伊就有教阶之分咯吼。啊，因有教皇落去有红衣主教、枢机主教、bishop 这主教，啊，然后有 priest 神父，啊是咱讲 father 吼，迄个神父。下面有一种叫做会理吼，咱今仔日咱讲deacon是咱甲翻译做执事。所以伫新教，特别是伫清教徒背景，咱这会长制、长老制。是共一积分，牧师、长老拢共款。咱看定要开小会，小会到的长老甲牧师，然后有一项代志需要议决的时，牧师迄张票甲其他教会人的票是共款的迄落啊，毋是讲牧师说了就算了吼，共同的决策者。我要讲的就是牧师实际上是，伊原是一个罪人啊。是一个无完全的人，是需要上帝赦免，需要上帝救赎。讲解开的随上，你就多读了3年的神学，又怎么样？你对上帝捌是捌甲偌济？所以伫即个保罗，伊家己感觉讲，我实在是上不配的人。今仔日牧师嘛是安尼，像我即种人，上帝都愿意来使用，互我来做伊交代的工课。所以伊伫保罗讲，我嘛想袂到，我一个迫害基督的人，竟然今仔日互伊采用诚做伊的路用。伊家己找一个理由讲啊，原来就是讲，后来有人讲，我若连保罗迄种迫害基督的人，上帝都要使用伊，啊，我更较有资格。今仔你看牧师嘛是安尼，如果张某某会当做牧师，你是安那袂当做牧师？伊也无比你较牛啊，无比你较巧啊，也无安尼。今仔日咱要讲的就是咱军队迄个唯一的大牧者。然后我想要甲大家讲的就是咱无偌久要后礼拜要聘请新的牧师。像牧者拢有无共款的性格，有的人可能真暴躁，有的人真温柔，有的人有即个温顺，有的人无迄个温顺。啊，你经过我3、4年啊，是搁较早以前，咱拢有经验过。你嘛知影我的软弱，知影我的无够业，多谢大家对我的包容。总是后来上帝找来牧者，如果伊的做法、伊的想法，甲我无相像，嘛请咱来包容来栽培，来伫这中间，互伊做咱教会一个好的牧者。所以最后我用一个真水祝福的话来做结束。这个。希伯来书13章20节到21节讲，伊一个祝福啦吼。伊讲愿平安的上帝，这个上帝就是捌伫永远的约的会，这你就想到永远的约的会。咱甲主耶稣伫伊的会，甲上帝立一个永约、永远的约。毋若安尼，耶稣为着咱死伫十字架顶了后，伊也对死人中带羊群的大牧者，主耶稣阁起来。这个牧者，伊为着咱来死，嘛为着咱搁起来来搁活，互咱看见咱性命，伊要互咱丰盛永远的活命，互恁伫逐项的好事来完全。耶稣伫咱的心内做咱的牧者，互咱伫逐项的好事来行伊的旨意。互耶稣基督带伫你甲我的心内做咱的牧者，来得到欢喜伫伊的面前，来得到。上帝欢喜，愿荣光归伫三位一体上帝，到代代无尽。所以，这个牧者是为着你甲我放下性命，听咱到这个程度，第一个会咱甲上帝立永远的约，你永远是上帝囝儿，是受接纳的，是受包容的，是受到救赎的。伊若带伫咱心内，咱照伊的意思来过一个荣光上帝的日子。所以用伊的会使咱的国活的性命，这大牧者，望这大牧者继续来带领你甲我
也剩伫世间人生的道路，直到咱进入伫永远的国度。咱用这来做今仔日的金句。这无有一点绕口啦吼，毋过你小可甲分析啊，甲想看觅。希伯来13章20到21来，但愿平安的上帝，就是捌伫永远的约的会，对死人中传羊群的大牧者，咱的主耶稣搁起来，互咱伫逐项好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搁对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行代志，得到欢喜，伫伊的面前，愿荣光归伫伊，代代无衰。阿门。做来祈祷，愿主你做阮的牧者，愿欢喜成做你的羊群，也照你的款式来成做别人的好牧者。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这是咱要来吟诗回应上帝话，圣诗135首，救主愿你做我牧者，请咱愿起立来吟全首。要请陈小文执事甲杨嘉欣执事来属奉。这是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
参谢，这是我的报告。真欢迎欢迎大家会当来到主的圣殿来敬拜也礼拜后，请咱会当互相留来请安交谊，也欢迎到地下室来享用爱餐。第三今仔日第2场礼拜线要召开小会请中级来参与另外伫下主日上午9点半，中委会牧师柯成道牧师也要来主持聘牧特会前的小会伫6楼请同工准备心来参与会议。灵修默想非常感谢咱传道组甲细节志工伫过去2个月为着咱制作约翰福音的灵修默想，伫即个系列的灵修默想，伫即个拜5 11月15要过一个段落。续接咱要伫11月26推出2024年大降节的灵修默想。即摆咱特别邀请咱教会现任的每一个中级，也要投入即个有意义的事项。请咱兄弟会当扫咱周报馆顶的 QR code 来参与，也请备办心蓝牙子主耶稣基督降生伫咱的生命当中。团契消息，上年团契今日爱餐后，请留伫地下室。牧师娘要来教咱唱12月2日圣诞庆祝会要表演的歌曲。上年团契主日的例会因为聘牧和会暂停一摆。该延到11月24礼拜后，伫孙立林将军官邸陆军联谊厅来举行年终早餐。请会长梅陈淑如，就是陈丽丽姐来报名，每一人收费100块。夫妇团契要定伫11月23举行淡水3支的旅游，客友收100，若毋是客友1000块，名额有限，请第零款执事夫妇来报名。夫妇团契伫11月29拜5上午9点半，伫大场埕教会有北中妇女部的年会。若会当参加的姊妹，请市玉兰会长来报名，每一人100块。教界消息甲大道事项，请咱兄弟家己来过目。这是咱要请小会的书记和中央长老来报告。大家平安。因为是这个教会重大的代志所以照法规要公告2礼拜。顶礼拜我已经真详细报告这个聘牧的代志，后礼拜监选我即马简单来补充。第一点，咱后礼拜第一场的礼拜是暂停所以合并伫第二场做联合礼拜。咱已经有公告伫楼骹迄个名单就是讲你是遮个会员的人会当来参加投票的人。即个顶礼拜公告了有2、3位有发现有小可订单咱拢已经更正所以毋免客气。你若有感觉我的名是啥物人的名，咱会无伫遮，也是有订单，请你等下落去楼骹小看一下等下张牧师会阁小可补充迄个公布来代志。我伫遮小可互大家知影一下，教会重大的代志，就是爱出席2/3的会员才会当迄个举行好会即个2/3出席要有2/3通过才会使即款代志就是第一个，聘请主任牧师就是爱2/3聘请主任牧师。第二种就是处理教会财产那教会要参加拄更教会要卖掉，要搬来中和，搬来内湖，即款拢爱属于即个重大的代志3/3，即拢爱2/3即点甲大家补充。顶礼拜若无来的人我阁提醒咱的杜牧师、杜宗信牧师的真简单的经历，甲伊的迄个资历，咱伫周报第7面周报第7面，即礼拜阁有登咱家己看请用祈祷的心来伫后礼拜日，咱来互即个重大教会重大代志好会会当顺速通过监选。多谢，张牧师补充。周报内底我一个错误咱甲顶礼拜奉献应该是台神纪念书人无去校对清楚，
讲写做文字传道，其实迄是台湾神学院啦吼。咱后礼拜才是奉献的人，遐是大神的去，毋是迄个。啊，第二项，他说啊，中央长老甲咱讲啊吼，咱今仔日楼骹公布阮当的会员名册，会员吼，在职会员的吼，一个是咱顶届选长老的时阵吼，迄阵有269个，即届咱最近。我相信你可能有接到咱中级的电话，有甲你问讲，你敢会当出席？话讲我袂当，话人讲不一定等等。所以咱有甲讲确定讲，我在大医我要出国，所以我们就把那一些删掉，所以变做剩224个，因为咱惊讲2/3不能成会啦吼。毋过一个情形，如果你接到电话，你讲我11月17迄个我代志已经解决，我会通出席。如果你已经讲你不爱来，总是你讲来，你也有投票权啦。吼，大家知影这意思吼，就是说你唔通讲我讲我后礼拜我都袂当来，请你来，你还是有投票权吼。这个一项。后礼拜咱10点半第一场礼拜，我是想讲10点以后，咱的社会书记会伫遐点名，你的会员证也伫遮，请你报道的时阵吼，咱。会准备一个贴纸啦吼，你是会员报道，因为到时咱要分选票的时阵，用这来做识别吼，你要贴在到时咱小会员包括中会来咧主持的时阵，伊知影有贴纸，他就会发选票给你吼。这个是后礼拜咱大家小配合。后礼拜我也无伫遮吼，毋茫一切拢真顺遂来进行。毋知今仔日我特别介绍，我头先有认捌一个显化教会吴长老是毋是？咱欢迎吴长老是毋是吼？其他有我特别来介绍，今仔日看到闽教这2个囝婿拢来吼，真欢喜吼，有即个机会，有我特别来介绍的人无？若无咱足久无平安礼，咱来行平安礼好。咱感谢起你来平安礼。
吟诗线，请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做咱的大牧者，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因带祝福，甲咱正大家三合一，对这事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别倒闭会。